AIDS 观念知偌济？小编讲，互你知。大家好，我关边。大家好，我是粉酸。顶礼拜咱讲了 HIV 的基本知识了后，这礼拜要来教大家讲 U 等于 U 是啥物观念 ？U 等于 U 是啥物呢？就是讲测袂到病毒的时阵，就等于袂危害别人。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讲你今仔日去病院检测的时阵啊，机器测到你血当中的病毒量是低到一个程度，低到这个机器伊拢测袂到你的身躯内底有病毒。安尼你连续6个月病毒量拢真低，就代表你袂透过性行为去危害别人，这个风险是非常低的。而且这是有10万的实际案例通好证明的哦。这10万的实际案例就是讲，有一寡感染者已经测袂到病毒的时阵，无防护措施去跟别人发生关系，而且无一个案例是危害别人的。其实透过因的判例啊，测袂到 HIV 这个病毒，就会使证实 U 等于 U 这个观念。所以基本上啊，只要遵照专业医生的指示，食药来控制，连续6个月食药啊，拢无测到这个病毒，安尼就免烦恼讲本身有 HIV， 佫会危害别人，或者是危害到家己和别人的性命。所以今麦上新的 U 等于 U 这个观念，阮希望会当有愈来愈多人会当知影。系啊，就免伤惊讲。其实较早大家对这个观念较唔知的时阵啊，大家看到 HIV 的患者拢想讲，参医生都会惊。尤其是齿科的医生，为什么？齿科的医生，因为伊有当时啊吼，咧洗喙齿啊，咧看喙齿的时阵啊，伊有迄水枪有无喷喙齿啊，含迄血掺做血，探去空气的时阵，伊拢感觉吼，迄血含迄水吼，可能会害你感染到 HIV。所以其实迄空气内底迄种 HIV 病毒，伊是被搁探伫你的身躯顶。像我看过报道，才会报道。因就捌伫2018年的时阵去访问过一位伫高雄的齿科医生谢尚庭，伊就讲基诊若是违法，而且无必要。根据卫福部啊，因的齿科医生的这个工会，因就捌发布一寡制定 SOP 的这个方式。只要平常时你有遵照这个 SOP 去执行，你就免烦恼讲会传染 HIV 或者是讲其他的病毒。像我就捌跟阮一个感染过 HIV 的朋友啊，做伙去固定台北固定迄个所在，一间齿科诊所去看医生。啊，伊迄个时阵我牵伊做去，因为伊是第一摆去，所以伊就爱听病历嘛。啊，伊伫病历听，伊做老实讲伊有 HIV 这件代志，甲写伫个病历顶悬。要毋过护理师啊，伊就过来甲伊讲吼，因即个诊所无咧看有 HIV 的病人诶。要毋过吼，其实迄个时阵，我感觉足奇怪，为什么伊会记诊？因为其实伊是袂危害别人诶，伊袂透过看喙齿就传染互医生、传染互护理师，还是传染互其他病人。伊迄个时阵，阮就做有淡薄仔生气啦。要毋过迄个时阵，阮嘛毋知会当打电话去投诉这件代志。其实基诊啊是袂使安尼啊，所以若是咱的观众朋友拄到像这款状况，会使打电话去投诉，是袂使安尼。而且嘛爱甲大家观众朋友培会一个观念，病毒这项物件，伊是无分性向的哦。不管是异性恋、同性恋，你也拄到病毒的时阵吼，拢有可能去会感染到。譬如讲吼，一个查甫伊若都有 HIV 的病毒的时阵，伊嘛有可能和查某咧发生性行为的时阵传染互一个女方。所以，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，拢有可能会感染到 HIV。卫福部疾管署伫这5年有一个调查，这个调查会当看得出来，台湾每一冬拢有3%的女性感染者，安尼慢慢咧增加。而且有另外一个调查显示讲，台湾有超过40%的女性感染者，伊唔敢去生囡仔。一半以上的人拢感觉家己可能会甲 HIV 危害，另外一半也是囡仔。所以有真侪人啊，拢真好奇讲得到 HIV 的女性敢会使生囡仔，包括因家己嘛唔敢和因的另外一半发生关系。不过其实透过 U 等于 U 这个观念，基本上你有咧食药啊控制，而且你连续6个月拢无测到你的身躯内底有病毒，你要是会使放心去生囡仔，这是无问题的代志。对，你若当作互诊断出你有 HIV 的时阵吼，你着爱食药啊，定期去看医生抽血检查。你检查出来，你若连续6个月你测袂到病毒的时阵吼，你得当靠另外一半好好过正常的生活，而且吼性生活你嘛毋免伫遐顾虑伤济。真乐重。我看顶礼拜爱滋权利促进会有来阮的 YT 下骹留话，互阮真大鼓励。希望大家会使甲这个影片分享出去，互更较侪人了解。
其实 AIDS 防治的观念一直拢有咧进步，就是惊真侪人的观念对袂着。所以，过来2礼拜，阮特别来讲一寡性别少数、性别弱势的故事。后礼拜，咱特别来先来讲玫瑰少年的故事。欢迎大家继续收看《台语真练长》。拜拜。